韩国乐天巨人棒球队1、2军的球员，在今年1月进驻台南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城棒副球场，进行长达41天的春训，并且甲台南在地3级选手来交流。市长王伟体上午伫体育局长甲伫安南区长的陪同，特别前往探班，并且送上台南的美食、包仔加珍珠奶茶来慰劳球员。非常高兴我们迎来韩国的职棒队前来台南来春训。一方面，能够让许多韩国的职棒跟台湾的棒球队，能够多做交流。我要特别谢谢这次乐天巨人棒球队，他们能够指导我们的这个3级棒球队的球员，包括少棒、青少棒和青棒这些小球员都非常的感谢，也觉得受益良多。当然，这未来开启了这个韩国的棒球队跟台南的进一步的连结。所以呢，今年是第1年，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能够在有这个跟他们多做交流。训练的过程，韩国球员对着台南的气候、甲球场拢表示肯定。有了台南的训练经验，球团有信心回国以后会有好的成绩。希望明年、后年会用继续合作。 그리고 기온, 그리고 이 멋진 야구장에 모두 만족하고 있습니다. 적절한 온도와 잘 만들어진 운동장 상황에서 선수들이 부상 없이 잘 임하고 있고 타이난에서 받았던 이런 호의들을 마음 깊이 감사하고 있습니다. 잘 훈련해서 한국 돌아가서도 좋은 성과를 만들길 바라고 지금 저희가 올해 첫 시작으로 타이난시와 전지훈련을 시작했지만은 지금부터 내년 그리고 그 후까지 긴밀한 협력 관계를 하여서 더 좋은 관계를 형성하고 싶습니다. 伫为了韩国球团以后，接线市长嘛赶往邻近的新棒主球场来视察，因为后礼拜将迎来韩国 NC 恐龙队的春训活动，以及甲国内6支球队8场的交易赛。 市长确保会用提供上好的场地，准备来迎接贵宾。现在看到在我背后这个球场就是我们城棒主球场。我们在这一次韩国另一支职棒队 NC 恐龙队要来台南跟我们台湾的职棒队来对打，来友谊赛之前，我们特别要在这个场地来看一下，希望这个场地以这个至少在室内，在这个场内。 以最佳的状态来迎宾。那另外有一些球场该有的附属设施，包括卖店还有包括其他地方，也都陆陆续续在整理中。那这几场球赛是这个免费入场的那也测试我们球场可以容纳的观众以及进出的动线，这个很重要，是这个测试的意义。那所以说。 希望大家一起来为台湾加油。台南亚太新棒主球场有25000席的座位，是目前国内座位上侪室外棒球场。8场的交流赛就要测试容纳的观众以及进出的动线。市府嘛免费开放内野区2000至8000席的体验名额。自6月14日开放售票，欢迎的相当热烈。目前2月27有韩国啦啦队甲应援团的观赛。 座位拢已经被锁出一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